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15，旧历的4月初8，礼拜三。后来看这个新北市中和一间汽车旅馆，有一个妈妈甲伊5岁甲9岁2个囡仔活来翕视。讲这个单亲妈妈是伫个母亲节5月12同港的深夜，带着2个囡仔带入去汽车旅馆。过工的暗时，伊的姊妹啊伴去送饼、送饮料的时阵，囡仔拢要好好。想袂到，再过一天到昨的早起，这个妈妈啉酒佮食毒，伫个精神当下的状况下，用枕头甲2个亲生囝活翕视。旅馆的外口有红色线，环境出入入，气氛无啥肃常。有行李，有行李。节目内底有房间内枕头含查口的毒品，粪扫桶内底拢是酒干仔。其中一卡黄色的箱碗特别显目，老母含小姐弟仔这几天的行李拢伫内底。无偌久，小姐弟仔的外公赶到旅馆，唔敢相信2个高水的囡仔死伫房间内。相片内底2个囡仔困甲面擦擦，翕相的母亲竟然都是凶手。查某人奉带登去警察局，要佮你洗钱，又啉烧酒，佮敢若有食毒，犯下命案。目前在东港11点外，伊带2个囡仔去大汽车旅馆。昨日暗时，朋友来探视，无发现什么故乡。一直到昨日9点外，伊前后对查囝佮后生下手，本地用面巾拍好锁结，也过因为无体力倒伫面床顶。一直到朋友来，这个代志才来戳破。看弟弟妹妹，他照去走啊。他说好像没有钱。没钱的不能这样子啊！查某人无结婚，生一个后生甲查囝，和爸母共一户住楼顶楼骹。伊的爸母讲，伊最近情绪较无好，爱食爱困药啊，才会困chết。查某人伫百货公司食过头路，也毋过因为要照顾着咁亲人来辞职。这边册不时的讲伊生活压力真大。有都在工作，也不知道2个小孩到底是谁照顾啦。我就说你还好吗？然后他就说什么最近心情不是很好，然后。叫我去台北可以找他出来喝酒、唱歌、聊天这样。严哥在咧无钱过生活，太有钱去买毒，检警刷了个会继续追查伊的毒品是为倒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